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去黃大仙食呢個優質嘅日本菜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呢個頻道。YouTube 嘅朋友仔麻煩撳 subscribe 訂閱，小紅書嘅朋友仔麻煩撳關注，多謝大家。今次介紹嘅餐廳叫做和氣食堂，大家可以搭港鐵黃大仙地鐵站 D3出口去南館，就會到呢一間和氣食堂㗎喇。入到餐廳裏邊，我就被呢個好多公仔 figure 嘅 feature wall 吸引住，有龍珠啦、海賊王等等嘅 figure。今次我哋4個人食，點選咗一個套餐、烏冬同埋一啲小食等等。首先嚟咗個胡麻豆腐沙律，啲豆腐好滑，好香豆味，而且啲胡麻醬得非常之濃郁。跟住送嚟嘅呢就係雞扒湯烏冬，見到佢哋用呢個自動路軌，而且自動路軌上高依架運送車都有個蓋冚住嘅，到達你坐嘅位置就會自動打開，唔使驚衛生嘅問題。見到雞扒份量都唔少，呢個拉麵係豬骨湯底，而麵嘅煙韌度都唔錯。呢一個係壽司定食。有12件壽司，包括日本劍魚、吞拿魚刺身、吞拿魚魚腩、帆立貝、甜蝦、蟹棒、口燒鰻魚、螺肉同埋花枝卷，所以份量都唔少。呢個餐要208蚊。呢個花枝卷份量都唔細，三文魚同埋蟹子都好新鮮，味道唔錯。我另外再點選一個三文魚壽司，都好新鮮好食。個餐仲有個濃味芝士薯餅，食落去都有好濃郁嘅芝士味，同啲薯餅嘅味道非常之夾。呢一個係豬骨湯底嘅牛肉烏冬，見到上高都好多牛肉，啲麵質都唔錯，食落去我就覺得有少少似出前一丁嘅感覺。呢一餐我哋總共食咗553蚊，4個人食。價錢都唔算特別貴，我特別欣賞佢哋嘅壽司非常之新鮮，食物質素相當之唔錯。今次嘅分享係咁多，希望大家支持下我嘅頻道，訂閱或者關注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。